这是雷，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刀桑木。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与俄联邦各国大学生展开交流；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印度总统手术成功；议长白马琼乃致函悼念藏人行政中央前法律顾问穆基先生逝世。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举办听证会，评估全球马格尼兹基人权问责法。美国国务院人权报告拒绝将西藏描述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各国议员和学者的报复性制裁面临国际社会的反弹。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在聊天平台与华人讨论西藏问题。驻南非办事处举办网络研讨会，强调西藏的历史地位。驻日本代表在日本执政党总部就西藏问题发表演讲。意大利议员和民间团体讨论西藏和新疆问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3月29日在印北达仁萨拉的寝宫，通过网络视讯对5所俄罗斯国立大学展开了主题为“现在我们的世界需要改变”的演讲，以及会后的交流问答。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演讲时指出，当前人类过度将自己视为中心，却忽视他人的福祉。尊者认为这一思维早已过时，人们不应该局限在一个国家或文化差异的范围内，而是应该在人类一体性理念上，以人类整体福祉为基础，让世界更加和平。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3月31日致函印度总统拉穆纳特科文德阁下，对他最近接受的心脏搭桥手术取得成功表示祝贺。达赖喇嘛尊者在贺函中写道：“我祈祷你早日康复，非常荣幸认识您多年，并把您当作我老朋友之一。”此外，印度最高法院高级律师、前印度外交部及藏人行政中央的法律顾问穆吉先生于上周一3月22日在德里逝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琼乃闻悉噩耗后，随即致函逝者家属，表达了悼念和问候。议长白马琼乃在致给逝者穆吉先生家属的调研信中，对穆吉先生不幸离世表达哀悼和慰问，并感谢穆吉先生对西藏自由事业提供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和帮助。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于上周三3月24日举办题为“评估全球马格尼兹基人权问责法”的听证会。听证会由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联合主席吉姆麦克文议员和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共同主持。与会议员在听证会上特别讨论了中国当局在西藏和新疆进行的镇压政策。此外，美国国务院于本周二3月30日公布了2020年度各国人权报告，详细说明了中国、俄罗斯等近200多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这份由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局整理提交的年度人权报告，以5万多字的内容详细介绍了美国对持续恶化的中国人权进行的评估。今年的报告标志着西藏人民取得的胜利，因为在该报告的西藏部分中没有将西藏描述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与过去的报告有所不同。这一极具象征性且重要的胜利是藏人行政中央多年努力的结果。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对这一变化表示欢迎。拜登政府发布的这份报告强调了中国公安部对藏人、维吾尔人、异议人士和宗教团体进行大规模监控的问题。
另外，在今年3月22日，欧盟对参与侵犯新疆人权的4名中共官员进行制裁后，作为回应中国对包括欧盟、比利时、荷兰、瑞典、意大利和英国在内的10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报复性制裁。对此，欧洲各国也采取措施反抗中国的报复。欧盟采取的行动得到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支持和加入。上述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停止其镇压行为。欧洲议会第2大议院团体社会与民主党谴责中国的报复性行为，并宣布在制裁解除之前，他们不会与中国就欧中投资协议进行接触。次日，法国召见了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并对中国报复性制裁表示强烈反对。在意大利议会下议院外交委员会于3月24日听取中国大使李军华的意见时，北方军团党的代表举行了反对中国大使的罢工。同一天，由英国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蒂姆·利顿领导的15名议员向英国政府和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请愿，要求制裁更多在新疆和西藏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于3月26日邀请上述议员就中国对包括5名议员在内的9名英国公民实施制裁一事进行了讨论。首相鲍里斯透过社交媒体向中国政府发出明确的信息，即他们将与制裁的国会议员们站在一起，并敦促中国停止在新疆和西藏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茨真嘉措先生于上周五3月26日首次通过语音聊天平台，在关注中国境内受压迫群体运动族群的中国新闻版主的帮助下，组织了以中文讨论西藏问题的聊天室。来自维吾尔、香港、南蒙古、台湾等地的支持者以及中国境内外的华人参加了此次的讨论活动，并对西藏问题展现浓厚兴趣。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南非办事处于近日以2020年西藏简报为主题，组织了网络研讨会，反驳中国当局因基于西藏统治的正当性而歪曲历史对西藏历史主张的谎言。与会的博茨瓦纳前总统伊恩·卡马格夏在致辞时指出，众所周知，在中共入侵之前，西藏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领土、独特的文化和功能齐全的政府系统。因此，不管怎么样，中国都需要退出西藏。随后，西藏问题专家、全球和平进程著名顾问迈克尔·范沃尔特博士发言时谈到，中国对西藏长达70年的占领，使其有恃无恐地在世界其他地方推行扩张主义政策，使国际社会集体保持沉默，将其经济利益置于西藏的基本自决权之前。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从安加波阿若亚博士于本周四4月1日在东京自民党总部向执政党人权委员会介绍了西藏的现状。代表阿若亚在向日本执政党人权委员会介绍西藏现状时，谈到了中国政府限制西藏境内藏人官员及其子女朝拜寺院和宗教场所，切断他们与西藏文化和宗教的联系。阿若亚博士还向委员会介绍了美国通过的2020年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并呼吁日本政府支持该法案，强调这将激励其他国家反对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压迫政策。他还呼吁日本政府通过入藏互惠法案，以此获得日本公民进入西藏的权利。在结束与日本议员们的会晤后，代表还与日本各大媒体的记者进行了交流。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意大利藏人协会与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和人权在线杂志、寒冬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于本周一3月29日与意大利国会议员们召开了一场网络会议，讨论了中国在西藏和新疆侵犯人权和青藏高原环境恶化的问题。与会的意大利议员和藏人代表在会议上相续批评国际奥委会将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授予北京，并呼吁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冬奥会。这场网络会议是意大利藏人协会在3月10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后续活动，目的是讨论向中国发出强烈信息的可能途径，反对中国对藏人、维吾尔人、香港人进行的镇压政策。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